这个磨啊，吼，差不多偌久的历史啊？这低温豆头要100年啊， 100年啊对，要100年啊。哇，这古董呢？其实吼，石磨啊吼，会使用几啊百年，100年算少年的。咱即马无偌济吼，差不多拢总的差不多1/10尔。哈，哎，咱今仔用的豆啊，佫足济吼，咱讲滚盐啊水，是这去做豆的上大的特别就是外口人用石膏做，你即马看到这个水是无的。哦，所以讲用石膏做的水就是甘水较济，对，啊用这做的时阵甘水少，蛋白质就足悬。上尾啊，咱要甲好起来吼，甲好起来，讲你无啊，吼啊，即马咱甲用布啊甲包起来，好，哇，挂甲藏起哩。即马开始，咱就爱用身躯的重量甲底，搁5秒，好无？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。新年快乐！即马拍开已经好啊。已经好啊，哎呀，你看，这即马看到是安尼啦，嘿啦咱等下咱变过来，安尼洗过来，安尼，飞过来，嘿对，洗起来，放去遮。哦，咱即马拍开，好来豆豆啊，较慢的哦，好来，慢慢啊，慢慢啊，慢慢啊倒。好来，安尼就是豆腐，水，这就是古早人种的传统手工豆腐。